香港呢個世紀大火災咧，而家咧一共死咗156人，咁樣就係震驚中外。咁而家咧大家嘅焦點咧都係響度鬧政府啦，死鬧死鬧，又撲街啊，又邊個狗官啊咁。咁但係咧，我哋即係冷靜一啲睇咧，即係會唔會係即係個政府咧，香港嘅政府咧，即係俾得太多一啲 illusion 啊，即係俾得太多嘅期望值咧，就俾即係啲市民話我咩都可以幫你解決到啊，你咩人身安全啊都包喺我身上，我包晒。咁其實呢啲係一啲對政府不切合實際一啲幻想嚟嘅。即係老實同即係大家講啊，我哋即係響北美又好，西方好，特別響美國啊，好多啲地方係冇政府嘅，即係好多即係譬如講啦，嚟華盛頓就開車40-50分鐘嗰啲小鎮啊，係完全係冇政府嘅。佢哋為咗慳稅啊，係唔搞自己嘅咩區政府啊、鎮政府，咁咧都係靠自己啲居民啊，即係 volunteer，即係自發啊咁樣自己去所謂一個自己自治嘅管理嘅。因為即係其實響北美啊、西方社會，即係我哋對嗰個政府嘅期望值係越嚟越低嘅。即係你連治安都搞唔好係嘛，又引埋咁多移民嚟，所以我哋都唔夠膽對政府咧有太多嘅期望值。咁政府咧亦都唔夠膽打包單，我咩都包晒，我咩都包你解決，完全唔係咁樣。所以咧，我哋習慣咗啦，即係響北美都係靠自己咯，即係自己視自己嘅，特別人身財產安全嗰啲咧，就係要靠又要自己要警惕啊，要警醒咯。我反而覺得咧，香港政府應該多即係疏通啊，民眾同即係相關市政即係部門啊嗰啲溝通嗰個機制，譬如有個熱線啊，我哋啲北美大城市啦都有熱線嘅，有啲咩直接打過去有咩事啊，咁多數咧佢都即係記落嚟咯，即係你多啲人打係嘛，針對同一個事情多啲人打，咁政府咪理咯，冇人打咁佢咪唔理咯，佢點知邊個啫？咁仲有一個係你嗰啲區議員係你自己選嚟嘅，有咩事啦？如果你打政府電話處理唔到，你咪去揾你個區議員咯。其實可以第一時間揾你個區議員。咁樣就係話第一個就係話政府應該最重要係同市民嗰個溝通嗰個渠道一定要暢通，因為市民有啲咩唔妥，遇到咩問題咧，譬如安全啊、防火，第一時間佢就會報料，就會打電話上政府記錄。你多啲人打政府，咪知道呢件事係嚴重咯，係咪？咁同埋區議員又做翻自己個工作。咁反而我覺得政府唔好俾市民一個錯覺，我咩都包你處理，我咩都包晒你實得。